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长韩国瑜，昨下晡是无张持出现伫个内政委员会，关心打击诈骗的专法审查进度。这嘛创下着25年来的第一届，有立法院长来参加着委员会审查过程。啊，打击诈骗的专法嘛顺利通过初审。打来针对着外国的平台业者，若无配合，甲诈骗的广告甲移除刷掉，相当会当罚款1亿。我们欢迎我们韩院长莅临我们内政委员会大家鼓掌一下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昨下晡3点半，雄雄出现伫立法院内政委员会，细声讲关心重要的法案，半点钟左右离开，全程拢无讲话。落尾韩国瑜并且破文，打击诈骗只要未成功，调查还阁继续变细，讲下晡多好行，专工来内政委员会，这嘛创下25年以来，各位院长亲身参与委员会法案审查过程的头一例。啊，迄天讨论的就是打击诈骗的专法。亲像这个面册，有真侪做出社团，都叫诈骗集团用出头家名义，先打真侪张装潢甲真水的相片，开出赎租金，向民众注意。虽然这个加要做出的人强调，先付定金才有机会先看厝，落尾收着钱，人就碰见。这款网络诈骗案一件接一件，如今调查强势将相关处罚大大提升，希望当互变sen仔唔通这样无良心，包括境外网络广告平台业者，但无伫咧台湾省法律代表人，无配合刷掉诈骗广告，罚款的限制会行政院版的2500万调升到1亿，另外嘛调降早期罪金额条件会1000万降到500万，马真正犯罪趁1亿的人，相当关12年，并可罚金3亿。这是委员会初审院长韩国瑜还没出现，毛立委这期敢是违反议事中立的关照。其实跟他们的议事中立的这个形象其实是有点不太符合，所以呢，他有可能为了要去综合这件事情，就说，我不是只有关心花东相关的法案，而我现在也到打诈的我也过来。大体上讨论的过程非常的顺利这个法案的内容也没有耽误，所以我想立法院不是只有政治冲突有关于民生的相关的一些法案，也是有它的进度在。调查立会高度重视，希望打击诈骗专法赶紧三读过关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